那明仔载呢，就是这5日节连假的头一天咯。连假期间，台铁有加开115班，高铁有加开132班。那塞车这高速公路呢，这路南上届踢的是头一天，上北上踢的就是礼拜啊。 5日连假来啊，台北车站下台铁甲高铁列车入口已经提前出现民众，赶大包小包的兄弟准备要出去佚佗，还是返乡，想要避开连假第1日的人潮。刚好有人退票，很幸运，然后我们又买到这样，本来是没有票的。今天可能人没有那么多，这样先趁着那个人潮少的时候出。 针对5日节连假疏运期间，台铁甲高铁有告，会载送大约540.1万人次，伫单日高峰运量预计比去年成长。伫疏运期间，台铁会全线加开115个加班车，高铁加开132班次。只是台铁后个月23就要起票价。台铁研究花东专属优惠措施，上悬会当有95折，却有部分民代批评优惠无感觉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出面讲话。其实我们尊重台铁公司的规划哈，过去几10年来，其实花东的乡亲在这个车票的票价上面并没有特殊的优惠，那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哈，很感谢大家的建议啦哈，然后我们都会通盘的考虑、通盘的检讨。 另外，伫国道部分，离到下昼的国道1号也已经出现车阵。高公桥有一摆5日连假，南向上大量会落伫连假的第1日。南向交通量有66万车公里，北向上大量是伫连假最后1日。连假第1天，也就是南向的尖峰日，行驶西部国道的驾驶建议在上午6点前或是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。那要行驶国5，则建议在凌晨5点前或是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。 5日连假拄到新冠疫情升悬，那相替加强清洁消毒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向民众发声，在公共运输工具也是人济所在，尽量挂喙掩，做好防疫，维护健康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